馬來西亞吉隆坡有幾萬人上街示威，要求改革選舉制度。警方拉咗200幾人，多人受傷。防暴警察向示威者發射水炮同催淚彈，有示威者將催淚彈掟翻轉頭，衝突造成多人受傷。警方就繼續喺市內多處布防，防止示威者到獨立廣場集會，又帶走至少200人。有示威者不滿警方嘅行動，聲言會留守。當局話有大約25000人上街，但有傳媒估計示威人士多達10萬人。反對派係不滿執政超過50年嘅國民陣線喺過去多年嚟操控選舉，要求徹底改革選舉制度。由於執政嘅國民陣線最快可以喺今年中宣布解散國會，提前大選，反對派要求當局容許國際組織到當地監察投票，確保選舉公正，准許喺海外居住嘅馬來西亞人擁有投票權，同埋提高選民登記冊嘅透明度，防止舞弊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嘉瑩報導。